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公司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邦桥一间幼儿园饲囡仔食爱困药家长讲4月就卡1999通报，也毋过新北市政府表示5月15才接到定情。国民党台北市员将派军指控朱学恒对于性骚扰，各社会各书，朱学恒先暂时所有的职务通告。又搁有台湾乌熊掉伫山猪条旱者，伫台中和平找到时已经死了，有可能是失水死亡。新闻开始来看新北市邦桥一间幼儿园饲囡仔食爱困药昨包括园长、老师等5个人接受检方的讯问，后来是分别以2万块到5万块交保哦。今仔阁有3个交保员去警察局做笔录。受害家属嘛质疑新北市政府的处理态度，有家长是讲，因伫4月就卡1999通报，也毋过市政府拢无处理。新北市政府早起是表示讲，因4月份并无接到定情，是5月15才接到通报，就随启动相关的机制。检方车备发动第2波搜查，带回幼儿园4坪的园长等人，复审过了后陆续交保，车到搁再约谈3个教保员到案说明。新北市邦桥某一个幼儿园老师好亲像饲细汉囡仔安眠药，这件代志愈练愈大条。看规个案件，4月底就传出有家长通报1999，教育局5月中搁启动重大儿童虐待案件司法早期介入机制，搁到幼儿园稽查。1礼拜后提供病院窗口免费检验。6月7号协调去幼儿园抽血检测，为通报到处理，互咱质疑一再拖刷，反应上慢。4月份。完全没有本案相关的陈情，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澄清的澄清，正式的就是5月15号。新北教育局长陈静辉线背会强调无拖延，拘捕了后随启动调查。不过这个讲法颠倒予议员一再质疑。刘美芳议员4月就已经接到陈情，而且他是公开场合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关心。正义毋拿这件，教育局车备暗时嘛找家长召开团体咨商说明会，向改做1对1的咨询，佮讲无对外开放，也互人批评是对家长公正。接到反映说，因为涉及到隐私还有相关的情况，所以我们调为个别咨商。强调讲是家长有要求，经过考虑才会改变。不过专案哪亲像练射球同款，愈看愈大条。这间幼儿所12开始就会互人废止使用执照，1楼已经放满真侪整理好的物件。不过42个学生囡仔要安怎安排？新北市是回应，拢会当去连锁幼儿园另外一间分所来读册。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新北市幼儿园的事件，市长侯友宜昨嘛回释咧，也毋过民进党立委佮质疑讲，新北市政府讲法甲定情家长无对同，嘛要求市政府爱找出消息关键，监视其的画面。我在这里为保护孩子们不够周全，深深的给大家致歉。侯友宜车备为新北幼儿园饲药的代志回释咧，不过民进党立委初9开记者会即期，新北市府讲法甲家长反映内容有矛盾。比如新北市府讲5月15就到幼儿园稽查，不过并无主动告知家长的情形，要求教育局做说明，做倒一款的稽查，而且关键的监视器画面消失，爱新北市府积极处理。关键的录影带监视系统全都不见。我想要请问一下新北市政府，这个部分有没有去积极处理？我们从恩恩案一直到今天的幼儿园，首长本人永远是神隐，永远是把过错推在别人的身上。新北幼儿园饲药案件继续滚价，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新北市府处理确实有延误。
民众党主席郭明天也指出，无马上处理检举的案件，2个月就是问题。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确实有所延误。我们希望这个侯市长跟新北市政府都能够积极的亡羊补牢。第一，它不应该发生；第二，发生了应该要马上解决。如果真的是具名检举的话，要摆2个月，那这就是问题。陈建仁表示，卫福部已经设置专线给家长通报。另外，这幼儿园囡仔未来检测甲医疗照护拢是免费的。另外，传出这幼儿园负责人2018年捌用个人的名义，国捐赠10万块给罗志强家庭手中。罗志强办公室证实，确实有加名共生人捐钱，不过捐钱的人从来无请托过任何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曾派君昨暗伫面册指控，讲去年的8月，1号朱学恒性骚扰，互用强的抱咧针2解，嘛表示讲伊家己毋是唯一的受害者，嘛公开伊写的悔过书。朱学恒承认嘛暂停所有的节目通道，也毋过伊强调讲伊家己啉酒醉，啥物拢袂记记咯。喝酒的问题是我的错，我没有说任何的借口。财神朱学恒面色沉重，为性骚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江佩君回信礼。江佩君车被暗时透过面册指控，去年8月食饭的时阵，和朱学恒2摆强揽强斟，对方佫讲出反倒等下你明仔袂记哩。江佩君表示，家己毋是唯一的受害者，不满朱学恒即摆也佫大讲性骚扰的议题，公开伊写的切结书。原本咧直播节目的朱学恒承认林主席性骚扰江佩君。我必须要说，这个真的是我喝到断片了，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记忆跟足够的判断力。那所以，我绝对承担所有的后续后果。那么要保护当事人，那有涉及这个需要做这个调查，当事人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样的态度很难获得社会的接受。性骚扰议题国家政坛，媒体人李正浩决定退选新北中和立委，换出彻底解决民进党性平正义的空间。党中央尊重和挽袖，希望伊坚守民主大联盟。所有那些躲在荧幕后面的键盘侠，对我肆无忌惮抹黑的人，我会一一提告。另外，后台判欠时代力量前议员参选人刘树杰，逼出假借性骚扰戏份，被指控强奸卡女性的下体。刘树杰关面册人道消息，时代力量紧急开记者会，秉持性骚扰零容忍，将扩大调查，相当会开除党籍。那我们也非常呼吁他，不要再就是说现在这种关闭脸书的状况，尽速出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时代力量表示，决策委员会决议将刘树杰送到纪律委员会调查。入党了后，有关性平的事件也列入调查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有教育团体今仔指出讲，社会拢真关心无适龄教师是要安怎处理，也毋过针对无适龄校长的处理机制，就较少人的关心。嘛捌有因为性骚扰、互判刑的校长，搁转去学校做老师所以呼吁讲，立法院调查党团应该甲无适龄校长的处理机制法制化。社会正关心校园性平案件，希望会当保障学生的就学安全。也毋过，教育团体伫催告办记者会，批评教师法修法以来，教育部要求学校要积极处理无适龄的老师。也毋过，长久以来有关无适龄的校长处理机制是真少人关心。处有期徒刑6个月。那对于这样的校长，竟然他还想要参加校长遴选，明显的老师有这样的行为，跟校长有这样的行为是2套标准。那这2套标准对于受害者情何以堪？全国总批评政府无法度积极规划无适龄校长的退场机制，结果竟然出现已经违反性骚扰防治法被判刑确定的校长，无被换掉，又个登记做老师的情形。校长不适任事实这个认定、处理方式及其他相关这个准则，其实当时我们本来是想要把它定得很清楚的，虽然有提，但是我们人数终究是不够了哈。呼吁立院的各党派都应该要在最后一个会期尽快来排审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把校长如果也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的情况之下，也应该要来做这样子的认定。全国总希望立法院调查党团研究无适龄校长的处理机制，赶紧法制化，
换掉无适任的校长，提升教学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有人伫网络播影片，指控桃园一间公立高职的老师体罚学生哦。有议员就要求主管机关应该马上调查，嘛要来关心学生的心理状况。教育部证实讲，因有接到定情，学校嘛已经在调查咯。监视器翕到有一个学生，敢若是上课较晚到，互老师念胸坎、扭头毛、拍假寸，也翕到伫咧教室门口，几多位学生互老师检查手机了现喙皮。另外一边学生伫咧操作机台时阵，突然间互老师拔头。桃园发生一件公立高职的老师，敢若是体罚的案件，几多段影片互人放伫咧网络顶。我觉得老师这样做，不管熟不熟都不太应该这样。应该用鼓励的方式，而不是用实际去打人的方式去惩罚学生，这样就是有话可以好好说，不要动手这样。我希望主管机关即刻介入调查，这位老师是否长期对学生施以暴力，有多少学生被这样对待？对此，桃园有议员要求主管机关爱随介入调查，也主动去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教育部证实有接到定情，4月25有函请学校调查。依照规定处理，学校也伫咧2日完成校案通报，开防治校园霸凌营养小组决议受理。4月底接获，随即展开相关的程序，并召开会议来启动调查。同时，也请该师调离该班的导师职务，并调整课程。针对这件疑似校园霸凌的案件。学校方面正依照校园霸凌防治规则的规定，伫咧进行调查的程序，也启动辅导室进行班级的辅导，强调会继续关心这班的学生的状况，并且了解师生活动的情形，做好正向管教。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哦，伫苏花公路发生行车纠纷，伊甲对方砸落来，佮甲躺伫车内的蜡枪摕出来对天顶开枪恐吓。被害者报案，警方嘛甲这查甫人抓起来，带登去警察局，嘛发现讲伊的枪并无申请，嘛已经甲人移送法办。一个查甫人伫苏花公路甲车砸来，摕一支蜡枪伫东方玻璃前对天开枪恐吓，民众看到赶紧甲警方报案。要撞我呢？我想说，你超你的车，我很轻慢。警方拘捕随启动拿查威廉伫苏花界东澳段磅空出口，甲开枪的姓杨查甫人砸落来。根据警方调查，姓杨的查甫人是南澳人，当时开车返厝的半路，甲人发生行车纠纷。伊讲是因为车顶有某囝，对方一直逼车，为了保护亲人才开枪。警方伫姓杨查甫人的车顶插了2支蜡枪，确认拢无经过申请。虽然查甫人是讲枪内底无枪支甲钢珠啊、甲那钉啊，不过开枪的行为已经牵涉恐吓。苏花改东澳端出口处拦查犯嫌，并在其车辆中起获自制猎枪2把以及喜得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恐吓、枪炮弹刀条例，移送台湾宜兰地检署侦办。民众拄着有纠纷，爱照正常方式解决。警方绝对无用稳不法的行为挑战公权力。持有蜡枪爱经过合法申请，而且准讲合法申请，嘛无应该摕来威胁别人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东海湾公路伫台东成功的附近哦，透早有一架拖帮车甲轿车相撞，可能是因为落大雨，路上过骨失控，也毋过真好运，车顶有人的手机啊有自动侦测车号、自动报案的功能，手机啊嘛有定位，所以救护人员真紧就赶去现场救人咯。透早台东东海湾落大雨，个单雷公司呐，台东关成功镇基林路段发生一件路南开去高雄载满纸张的拖车，好亲像骨气失去控制，弄到上百一台小客车，小客车车头全毁，方向盲转90度，卡伫路边的护栏。就是落足大的啊，失控啊！当时雨真大，自用小客车内有2个人捌掉伫内底，因为弄掉了后，消防局有接到手机发出求信号甲手机定位，转互成功消防分队救援队员随赶到现场，甲自用小客车内驾驶甲另外一个女性乘客救出来，送医了后2个拢敢轻伤。是值班台的人员，他们跟我们讲说他是手机发出求救讯号，根据手机的定位，因为指挥中心有派遣到定位，我们是以定位去到现场。
台东县消防局讲，只要手机有车祸侦测，搁有开定位系统，车祸发生了后，手机会自动报案。啊，毋过较早大部分报案有可能是民众无细日卡到，也是手机落落就报案。啊，毋过即届车祸是台东县头一个手机自动报案定位成功救援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最近有民众因为人行道甲公园广场涂骹的砖无平，滑倒受伤，甚至有人手骨断去。工务局表示讲，会协助民众来申请理赔，还是国家赔偿，买来检查维修避免意外搁再发生。拆开伤口的布，大约10公分长的开刀的伤口，黄小姐受起跋倒同时，嘛是阁会惊，因为这个月只是伫公园内面小可走一个，煞造成手部骨头断去，骹甲手嘛拢有刺伤，阁带医院用3个月。那我右手可能就先下去，再来左手。那我右手的时候，我就桡骨跟耻骨就骨折，当下我就看到已经微凸出来了，脚上有踢到下面这些那个地砖这个。黄小姐散步踢到连锁装的关节插，跋倒受伤，但其实唔来伊，甘地点先前嘛有中者跋倒过。一些长者他是使用轮椅的状况下，也是都必须走人行道的部分。连锁砖它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跟状况，比较软式的方式下去做，不是硬底的部分的话，它就会很容易有一个下陷的一个状况。事发了后，公园虽然改善完毕，但是台南市也有真侪人行道甲公园的步道，拢有关节擦以及破损的状况，一无细哩都有可能受伤。对此，台南市工务局表示，将会针对有安全疑虑的连锁装进行盘点检讨，并且改善。将针对有行走安全疑虑的连锁砖进行检讨并改善。经勘查后，如有改善面积较大或有改变铺面材质的需求，将编列经费向中央单位来争取经费办理改善。工务局嘛表示，平常时拢会定期派员巡视辖区内道路以及人行道，嘛设有24点钟道路修补通报的专线。若是接到民众通报的，嘛马上派人来抢修。记者郑宏达报道。中共的军机佮继续来搅扰咱台湾。国防部公布昨有37架次军机飞来咱国的西南甲东南空域。美国军方嘛警告中国唔通故意卖抓事端。外国媒体嘛报道讲，美国暗示要卖咱台湾4台 MQ-9B 的无人机，互台湾、美国甲日本会当来分享无人机的情资。也毋过嘛，互中国是真反弹。咱国的国防部并无证实这个消息。国防部公布，初备规工总共侦测37台座强机，而且毋但是侵扰咱西南空域，又搁经过咱东南空域，进入西太平洋沿岸。美国军方也再一遍警告讲，中军伫最近愈来愈多霸凌行为，将会伫咧南海或者是大海引发衝突。More assertive, aggressive, unprofessional, risky, unsafe behavior by the PLA, and it tempts a crisis. That could lead to sense an inciden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 kind of crisis or conflicts. 反正强军侵扰台湾，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美军想要透过军事台湾4台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和美日台最近分享无人机的即时情资。消息传出了，更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对于这样臆测的报道，并无所悉。国防部正低调，因为军事专家是讲 ，MQ-9B 无人机会当长时间踮伫咧天顶进行侦查也有监控。若是咱甲周边国家最近分享情资，建立共同组织的导向，将会强化美国伫咧台海有事时阵的协同反应。包括这个网络、电视频谱、水下的这个活动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你尽可能大量收集敌方的资讯。那么你作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说敌方大概的动态是什么，让你所有的这个活动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的话，那么你就不敢轻易发起战端。美国参议院委会是再一遍通过保护台湾甲国家论宪法案，要求政府机关就中共犯台拟定完整的制裁策略，并且甲盟友拟定相关的应应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讲，中国甲古巴秘密协议，要伫古巴的小岛设间谍基地，收集美国的通讯资料，先算来监控美国专家的运送。也毋过北京讲这是假消息。华尔街日报引用熟悉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中国用数十亿美金甲古巴达成秘密协议，伫离美国福州差不多160公里的古巴一个小岛。
设置的电子窃听设施，让北京用收集来自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信。这所在有真侪美国军事基地，也跟监控船的运输。That is not accurate. That we are not aware of China and Cuba developing any type of spy station separately. I would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ose two countries share is something that we continuously monitor. 对这报道，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一个发言人表示，唔知这案件，所以无要评论。古巴政府是无回应，不过古巴驻侵外交官前驻美大使卡巴拉斯伫推特大文，华府是要搁一摆将古巴妖魔化。报道指出，这项协议对美国海岸造成新的威胁，也予拜登政府警告。不过伫纠正时阵，美国官员拒绝提供对间谍机关位置是不是已经开始起这更较侪细节。因为相关协议出现的时机，都是华府甲北京是要用试探性方式挽回，因为2月份美军将东华中国间谍气球拍落了后所带来紧张局势。国际媒体也拢报道，美国针对中国间谍行动已经真久，搁用台湾做监听站。搁伫南海有上台线间谍飞行机飞过去，互北京真生气。今年4月，台湾甲五眼联盟及时实际情报交流也得到证实。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国际新闻来看，5月以来亚洲国家已经拢真烧热咯，有真侪国家创下高温的记录。也毋过气象专家是指出讲，这可能只是打开始尔。过去3档的反适应现象结束咯，今年开始来进入适应现象哦。专家嘛警告讲，这波的高峰地球的温度可能会来升悬超过2度，算是强适应的现象。伫最近极端高温侵袭亚洲，世界各国拢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北美的加拿大森林野火烧袂停，也阁引起严重的空气污染的问题。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的专家证实，重大适应现象已经开始，可能会互明年将这史上上热的一年。2024, I think, is a year that if you're looking for a potential global recor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s and El Nino with the continued warming since the 2016 El Nino, could lead to 2024 being one for the record books. But that is, of course, no means a guarantee because weather and the randomness of our atmosphere still plays a part. 自2013年到2022年，人类的行为造成全球暖化，以每10年增加温度超过0.2度的速度直直增加。这互巴黎气候协定要把温度增加控制伫1.5度的目标，拄到严重的考验。专家担心温度增加恐怕会互澳洲更加打扫，美国的南部会落更加侪雨，也有1/4的机会会变作强盛兴。The benefit with El Nino, La Nina, even though if you're in an area that sees a lot less rainfall or a lot more rainfall, is that one, we can predict El Nino months and months in advance, up to 6 months in advance at times. And then we might know where those impacts are going to happen, again, months in advance. This allows for a lot more planning to take place across the entire world. 盛行现象是一种气候模式，和东太平洋海洋的表面温度增加，平均是每2年到7年会发生一遍，一遍拢会连续9个月到12个月，造成的极端气候包括热天气到超级的强烈风台。若是太平洋的水温比平均高1.5度以上，就叫做强盛兴。伫过去25年，只敢发生过一遍。不过，1997到98年之间，史上上强的盛兴现象，造成5.7兆美金的经济损失，也有23000人死亡。公视新闻陈伟林编辑。法国昨午，一个申请难民身份红古寨的叙利亚查甫人，伫一个公园摕刀乌白杀人，造成2个大人4个囡仔受伤，上细汉的只有22个月大。加在这囡仔目前的状况稳定。救护车将伤者紧急送医，受伤的4个囡仔年岁伫1岁到3岁之间，其中包含1名英国籍加一个荷兰籍的囡仔，目前情形稳定。另外2个受伤的大人，其中1人伤势严重。伫现场看到人对凶手提刀攻击，各向囡仔冲过来，实在是唔敢相信，因为安息定一向是治安真好。Des dizaines de personnes qui courent dans le sens contraire de moi. Je me demande ce qui se passe. Et d'un coup, il y a une maman qui me dit courez, courez, il y a quelqu'un qui poignarde tout le monde tout au long du lac.
Il a poignardé des enfants。案发的时阵，有囡仔伫游戏场咧耍，佮走来走去，家长就伫边仔，嫌犯下刀挖镜佮攻击，四个拢是真惊吓的叽叽叫的声音。因看到伊伫走找因下手的目标，攻击一个坐伫婴车的囡仔，警方赶到现场将伊制服。高证实嫌犯是31岁叙利亚人，已经伫个瑞典摕到难民身份。Il connaît la réponse de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en 6 mois, pas d'asile, puisque vous l'avez déjà en Suède, et qu'il passe à l'acte dans ce crime absolument ignoble. Et moi, je voudrais avoir vraiment un certain nombre de signes religieux, de signes chrétiens en l'occurrence. 法国总统马克宏对这案件真着惊，佮严厉谴责。目前已经知嫌犯无犯罪或者是精神疾病记录。初步了解，这案件并是恐怖攻击。警方表示，嫌犯为瑞典来到法国，去年庇护申请无通过，不讲伊是一名叙利亚基督徒。在这案件发生的时阵，伊个话做耶稣的名。根据嫌犯前母的讲法，嫌犯表示无想要搁踮伫瑞典，过去无出现暴力的行为。公视新闻恩惠玲报道。来看台中东势林管处伫大雪山甲高原地区，在做台湾乌熊族群监测的研究哦，收到一只编号93685的台湾乌熊死亡的信号。初三嘛伫台中的和平找到尸体，发现讲这只乌熊其实去拄着山低调的限制，袂顶袂动，最后可能是失水死亡。保七总队当个调查讲，看敢是有人故意要来杀害乌熊。台湾乌熊趴伫咧涂骹，当时林管处的人员甲警方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这只编号93685的公熊，体重85公斤，是今年3月24号伫咧大雪山掠到了后释放。当时林管处伫咧乌熊族群监测计划追踪中，研究用的警犬伫咧这个月2号暗时回传乌熊死亡的信号。3号早起伫咧台中市和平区的山岳找到遗体。收手后寻获黑熊遗体，左前肢受困套索，经解剖后推测死因与脱水有关。相关案件已移请保七总队侦办，了解是否有人蓄意杀害黑熊。死亡乌熊倒前期受困俗称山低调的套索陷阱，无其他明显的外伤，推测死因甲脱水有关系。警方已经开始侦办，确认是毋是有人挑故意杀害乌熊。去年5月，编号568的东茂山台湾乌熊，伫咧南投县林内乡武界去3名拍蜡者杀害，进动保育界，如今再传被捕。并科大教授黄美秀呼吁政府，乌熊分布的热区应该全面禁止使用陷阱。这已经是今年第3起台湾黑熊中山猪吊死伤的案例，所以我积极的呼吁政府应该针对黑熊分布的热区，尤其在熊出没频繁的地区，应该要移除所有的陷阱。学者强调，包括全面清除插入山区非法的陷阱，落实使用者实名制管理，管理单位应该增加救伤的专业人才。这个保育措施顶脚步必须要赶紧来做，才会当守护濒临绝种的台湾乌熊。记者台中报道。来看有民众投诉讲哦，顶个月底一队团去日本，导游带团唔拿知道，嘛定定带唔到咯，遐门票哦拢无准备好势，实在是真无专业。旅行社会室咧嘛表示讲，已经放令日本团真济，状况嘛较济，会来加强导游的训练，卖甲消费退互消费者。一大群游客来到日本内容，伫咧大雨当中，已经爬楼梯行真久的路。总算来到东大寺，嘛已经超过开放的时间啊！而且要摕先辈去落甲活动的时阵，煞也听到导游真无负责任的讲法。那个指他也好啦，那个指他也好。对啊，他是啊。中华有民众顶个月对旅游团去日本佚佗，不过民众投诉讲，这个导游若是规划行程突切，去到景点毋是迟到，就是无传门票，对路线嘛无熟，害规团30个人做伙行唔到路，互因逐工行超过2万步，行到退腿兼歪腰。所有的人走了一整圈的奈良公园，然后走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然后到的时候，店家通通都已经休息了。在这边给大家30分钟的用餐时间，我心里在想说，不会吧？我们团员还有那一些妈妈们，他们带着小朋友呢。参加旅游团的民众是真不满，因为袂少老大人甲囡仔拢得爱对咧直直行路，而且行程延误嘛压缩着因好好食饭的时间。规条路毋若是忝甲稀累的景点，嘛无法度好好欣赏。
那旅行社是表示，解封了后去日本佚佗的人增加，难免状况会较济。种种的累积，然后加上有的团员可能他在迟到，你知道，就是 delay 等来等去的，所以他们就会整个情绪就会很不开心。如果没有不得已的事由去变更这个内容的话，如果说他因此减少的费用，也应该要退还给旅客；如果有增加的费用，也不得向旅客收取。旅行社讲，团员若是迟到，嘛会造成行程延误，而且规个旅游团的成员对这个导游的意见正面、负面拢总有。不过，因会尊重团员的感受，会替还相关的费用。那消保官表示，若是行程无依照约定来行，会当当场沟通，事后嘛会当要求退钱。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间饭店，互人客指控讲哦，因阁还未退房，茅坑唔通缴了牌仔伫门口，也毋过嘛是阁有工作人员想要冲入来房间内底。饭店是真歹势，表示讲这是新来的工作人员无了解状况，也毋过人客有反锁，员工是无入去房间内，嘛强调讲会阁向人客来回失礼，嘛会参详讲看要安怎来赔偿。Housekeeping。弄门启门铃通知要整理房间，这是房务人员的标准流程。但8号下晡，这间伫高雄盐埕区的饭店，互顾客指控，要到退房时间，门口嘛挂着毋通缴了的告示牌，佮市灯号，所以也是防撞入来。顾客当时甲女朋友无穿衫咧困，惊一条，把规个过程发表伫网络社群。乍听之下就觉得说非常的不舒服，因为真的就门关起来，里面的隐私是必须要受到重视。我也知道饭店现在很缺人，我不晓得说他们是不是有充分的职前训练。饭店证实有这件代志，表示代志发生伫8号下晡1点半左右。顾客延到2点退房，新进的房务人员无确认内部系统有通知，当作房间内底无人开门，但是顾客有靠暗锁，房务人员无入去内底，不过也是感觉非常的失礼。他是年纪比较小新进这样，那新人没有注意到确实是我们的错误那也对这位客人深感抱歉。除非能够证明房务人员有故意行为，否则不会构成刑事责任，但是仍然会构成民事的侵权行为。业者讲会阁甲顾客保险，嘛会加强当人的教育训练。律师嘛提醒，从入去顾客房间，若有证据会当显示讲伊是故意要做这件代志，有可能构成刑事上的法律责任。若是大个人有损失，嘛会当提告民事。记者王柳婷、陈显坤个人报道。金控集团的股东会最近开始哦，富邦金控去年是赚新台币469亿，一股赚3块半，连续14档哦，拢是台湾上赚钱的金控。另外，新港金控的董事长给地数的时哦，讲到今年公司无赚钱，无法度发股利，所以向股东回失礼。台股近日股东会大会，早起真侪间金控拢开股东会，其中富邦金伫会中通过去年税后存益469.3亿，每股赚3.54块，今年会配发1.5块的现金股利，加0.5块的股票股利，配发率是56.5%，已经连续14年，是金控每股获利王。金控合并总资产有10.6兆。金融业，我想只要其他产业受惠，金融业就是受惠。金融业因为跟各产业都是连接在一起。那接受市场注意的成功金控股东会，也因为3年一摆董事改选请不少股东到场。这一天前一的董事长柯鹏开场报告时阵，就向股东会失礼。在市场环境变动激烈之下，迄日无达到预算目标，无报道配发股利。在董事改选部分，市场就推股，以现任董事洪书记为首的市场改革派，股权是新光金创办人，股东1年2倍，加上委托书外资发展股票，15席董事有希望提2/3。现场小股东也希望公司经营权纷争能赶紧结束，希望能够尽快纷争解决这样子，然后让股东、让股民能够安心。强强联手一定会让未来更好，我相信。但当然，管理组织们就要需要更好，只要是为了这边走向更好的路都很棒。今年金管会对新港联邦原来顶银行办理精检，因为3间银行办理自然人买出贷款，无落实确认客户身份证书，所以判新港联邦各150万。对原来银行提出纠正。
新光也伫股东会顶悬表示，会透过4大措施，精进制度，避免佫发生类空缺失。记者综合报道。并且小 S 按投资10几档前正穿的胖店胖达林，因为广告无老实，有1000外的消费者委托小机会提起团体诉讼，官司拍10档，最后是判决讲胖达林爱赔481万。另外 ，Costco 冷冻鱼有下肝病毒，小机会嘛批评讲 Costco 干那赔一杯无合理嘛无排除讲要来帮消费者拍官司。经过10年的诉讼，胖达林团体诉讼案判决确定，胖达林伫2010成立，拍出使用天然酵母、无使用人工的香料等等的广告，结果2013封标出使用人工的香料。业者一开始是否认，毋过随后台北市卫生局掠包，消基会尾仔接受1060个消费者的委托，提出团体诉讼，用10年的时间拍官司，顺利替864个消费者争取到包括利息，计共481万元的赔偿。那有1060位的消费者，其实都确实是长期他们胖达人的一些顾客。后来再根据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部分，消费者保护法51条的规定，再加1倍的惩罚性违约金。1倍的惩罚性违约金，所以依这样子的大概的一个架构去赔偿。消基会指出，有74个消费者摕到超过1万块的赔偿，上悬的赔偿金额是48000元，也有196个人因为无发票，或者是干那提出贵宾卡，经判决驳回请求，也有将1阵Costco 的冷冻鱼验出下肝病毒的事件，消基会是认为，今麦 Costco 的赔偿干那是原价小1倍，批评业者无诚意。我们现在是希望企业能够展现它自己该有的一个风范，而不是消费者透过诉讼去要才要得到。所以我们也是在等好事多比较善意的回应，再决定是否要提起团讼。消基会认为，一包冷冻鱼400-500块，干那赔1000块左右，甲胖达令消费者开400-500块买胖，尾仔摕到买2500块的赔偿来比，差真济。冷冻鱼验出下肝病毒，这款对健康造成影响的物件，干那赔1倍，对消费者来讲是真无合理。呼吁大企业得爱负起社会责任。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为了要改善农业欠工的问题农委会积极辅导农民用机械来代替人工。有农场就预告讲，至少会当来省一半的人工甲工资。过去若准要种高丽菜，大家拢爱分工，有的人传种，有的人去店栽啊。若准以1分地店高丽菜栽来讲，上无爱4、5个人做，爱做5点钟以上。即马透过机器来种，免1点钟就当做煞。我更能控制我的行宽的行出距啊，因为现在人口凋亡老化嘛，我们农村的人力都是70、80岁以上阿嬷在帮我们定植，所以用机器一方面是我可以更好控制我的行出距啊。平常1分地4个人要6个小时，等同是24个人小时，可是如果用机械化1分地，那只要1个人1个小时。农委会表示，为了要改善农业欠工的问题，农委会106年开办农业联日团，但年派工40万人，服务的农民超过9000间。即摆搁再辅导农事服务团，对种地仪式到田里的管理采收，拢用机械化作业，提升各农团之间的作业效率。大面积来的作业可能它可以降低到工人可以降一半。最主要就是说，在搬运的部分，唔免个劳务安尼咧搬。有合作的农场表示，未来若准透过机械代耕体系，上无会当省一半的人力甲工资。农委会表示，即届以辅导菜色正做示范生产实作，落尾阁会增加其他的农作物，透过各种方式来解决掉农业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中教育会考早起8点开放查成绩，台师大审测中心表示讲，今年5科5A 的考生是占全部考生的9%以上，这嘛是10档来上济；5C 的考生比例是10档来上少。高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有约19.5万名考生，其中有18207人是5科拢摕上好的 A， 占9.34%，是10年来上悬。另外有12226名的考生是5科拢摕大加强的 C， 占6.27%，是10年来上低。审测中心指出，整体来看，
国文、英文、数学摕 A 的人是逐年拢咧增加，若摕 C 的人是愈来愈少。精熟与待加强的历年的趋势变化，整体来看，其实我们国中学生的表现是往正向发展的。国中生的表现是愈来愈好，不过作文的测验以这几年台湾民众上介意的影剧类型排名的图表来做题目。爱考生完成一篇作文，是第一届出现的新题型，摕到满分6级的人，敢若971人，占0.5%，是10年来上低。各有4609人是摕到0级分。重心的布局跟架构上面，其实是学生这一次比较有些学生比较缺乏，所以停留在5的原因。数学有2题不是选择题，多数的考生拢表现了无好，尤其是第1题考疫苗效力相关的推理。袂少考生连解说都无，直接用公式落去算，摕0级分或者是1级分。如果说他的答案错了，解答整个流程都很好，一个小小的瑕疵，我们通常就有机会让他拿到3级分。台师大教授强调，108考公的数学非选择题，注重的是推理和解说。评分和旧考讲也无同，深切重新补充。非选择题牵涉到沟通、表达，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凡说题目看起来真简单，不过实际上无遐尼好回答。记者台北报道。天气变暖，乌米是真多。台中营总利用乌米的 DNA 开发出搭伫皮肤顶头的乌米疫苗，透过动物实验嘛显示讲，连续打3届都有10档的保护效果。肠胃闭起来超过全是红红整整血液，拢是予乌尾仔定的。天气愈来愈热，学名台湾甲病的乌尾仔第二环形，好变做真困扰。为着避免乌尾仔困扰，台中营总有医师研发出大片式的疫苗。为了让它固定住，所以我们会用一个透气性的膜，就是固定住。拆开大片，往手一打就完成注射。台中营总表示，这项技术是为乌尾仔的催卵线找出过敏源，顺化提出 DNA 做成大片疫苗，透过动物的皮肤实验来掠算人类的寿命。6礼拜打1摆，每1摆1点钟，连续打3礼拜，防护效果会当达到10年。模仿小黑蚊叮咬的地方的这个皮肤呢，它的一些过敏细胞的浸润呢，都很明显有减少，增加对小黑蚊叮咬的免疫的耐受哈。那被咬以后就不会痒。目前这项成果除了予国际期刊刊登，也准备进行人体临床实验。那专家表示，目前要解决乌尾仔侵扰，用一般多糖菊类防蚊产品效果无好，应该爱选用含有特别也是派卡瑞丁的成分才有效果。不过也爱注意避免接触皮肤。喷在衣服上啦，或是说小朋友的话，就建议尽量就是不要喷在那个皮肤上面。那但是因为它有刺激性啦。对，所以一般会比较建议就是用派卡瑞丁。江美玲另外也表示，乌尾仔爱喙较短，无度通过衫来定皮肤，建议外出时穿长裤，也是连续性的运动，也会当有效避免予乌尾仔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邦寮国小的带囡仔去拼海豹的本色哦，用实际行动要让囡仔来了解讲海洋环境的重要。屏东邦寮国小的校长和老师带学生囡仔来到海边啊，正骨来得捡本色。学校希望透过拼海豹的活动，会当让囡仔去意识到，但本色若黑白拼，会对生态甲海洋有啥物危害？可以就是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就是少一点垃圾，就海龟比较不会吃到。对邦寮国小到海边啊行路，只要几分钟啊就会到。海是囡仔上亲近的自然景致，学校把海边啊当作海洋教育的教室，教囡仔用实际行动去爱护大自然。邦寮国小因为就是毗邻我们的海洋，那所以孩子每天都在感受海洋的变化以及温度，配合我们海洋教育，透过我们行动近滩的行动，它可以让孩子就是实际上来实现这个爱海的一个情操这样子。然后从海洋教育，他们也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海龟都会吃到垃圾，然后海洋生物怎么受到危害，他们开始会有感。对拼海豹，学生囡仔会当去了解维护环境的重要性，嘛通顺续学着要安怎做资源回收。校方希望未来会当启发因对海洋生态和环保议题的重视，进一步对生活中去实践。记者综合报道。台
桃园市柏林的头一个空气的纪录片《看见台湾》第10档前放送哦，带观众用新的角度认捌台湾这块土地。后来导演空难过身，嘛有导演接手来制作，除了空气幕、冒海底画面，明年会来放送。按天顶鸭头看台湾，看见上水的景致，嘛见证受伤严重的土地。导演谢柏霖10年前的《看见台湾》，让观众用全新的眼界认捌台湾。2017年不幸来过身，即马有人来接手了。纪录片导演麦甲明要接续《看见台湾3》的工作，伊讲要按玉山出发，立足雪山。雪山是我们台湾第2高峰，泰雅族的圣山之外，它是我们台湾几条重要的溪流的发源地，大概有1300万人都喝来自雪山的水。看见谢柏霖基金会伫初八举办看见台湾公演10周年记者会，头一届公开看见台湾3的预告片，一届要用空拍机飞入山谷甲松林，嘛会创立海底关心平台。看见谢柏霖基金会讲，会继续透过镜头见证台湾环境的变迁，关心新的环境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又在一步一步的摧残了我们这一块土地，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很深刻的去检讨。谢柏霖导演的阿母、家后和后生，拢特别来出席记者会。这个纪录片号名《看见台湾3》，基金会讲看见台湾2的荣耀，永远保留给谢导演。新片按算伫明年公演，会继续看见台湾，和改变持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复兴国中，因的本土语言的课程哦，拍破在地教室上课的方式，和国中2年甲3年级的学生囡仔做伙创作一出做16回的戏剧。有学生哦，原本一句台语都袂晓讲，经过训练，会当用真练等的台语来演戏讲台词。咱做伙来看卖。阿公带孙来看府城第9个文化活动，做16回是少年家长大人的礼俗。这出做16回戏演员是复兴国中的学生，因家己写剧本，佮结合技术做12项礼拜七娘妈的成礼，这敢若参像真的。这其实是复兴国中本土语言浸水式的课程，透过戏剧学生讲过程中台语进步真多，让我的台语进步的非常的多，跟老人的聊天也可以变得更顺畅。都怀念我细汉16岁的时阵，阿姑来甲我做16岁，真仔嘛足期待这些小朋友大家来遮。复兴国中今年是第2届申请本土语言浸水式计划，这个学校将台语结合技术社会甲基本等科目，发展跨领域课程，创作一出做16回戏剧。学校表示，上届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将所学到的会当运用伫咧生活，嘛甲咱的社区做结合。独立的意涵，包括着社会责任、家庭、社会、自己这3个部分都要有所察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剧场的方式，在筹备的过程里面，让他们沉浸进水了后，会当开始内化到自己，那对社会有所贡献。做16回是台南传统的成年礼，真侪爸母会伫咧每当旧历7月初7，带囡仔去感谢七娘妈的保庇。虽望这的国中生也未满岁数，不过因真期待是在去做16回模样。另外，近来嘛有愈来愈侪学校重视本土语言，全台市的国中今年就9间参加台语浸水式的教学计划，明年通过审查计划学校有12间。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宜兰的东的北城国小哦，伫新课纲实施了后，规划真侪真趣味、真多元的课程。其中有一个微创社团，老师就带学生囡仔去拍影片，来关心家己的故乡。台语台青春咱来忙，一礼拜六下暗的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真有创意的囡仔，因眼中的故乡是啥款？宜兰罗东北城国小的摄影服务队的同学，当地翕社团的毕业作品。记录的对象是罗东中心社区阿公阿嬷话剧的表演。对这学生来讲，拍纪录片是甲社区时代互动真好的经验。阮甲这小朋友做伙，阮变到较少年，会感觉心情会比较年轻。我希望因学这个物啊以外的时间，他去服务别人啦。你服务别人的时阵，你较他为迄个过程当中去知影讲咩甲人相处。社团内底嘛有同学记录因阿公阿嬷经营40多年的面包车，
透早就开始翕阿公伫烂米粉，下晡退因出去卖芳。沿路的观察拢是团队甲老师讨论了后，伫影片当中想要呈现的真实生活。采访的过程当中，嘛增加甲厝内人的互动。这若卖去还佫整理啊，无人可以看袂到面包，迄拢拄做好尔，期限有3天。因进辛苦，所以我细汉的时阵，伊已经真忝要照顾我，搁要做胖啊，所以我感觉我大汉以后一定爱互我友好阿寡。108年课纲的变革，是希望会当培育学生的知识、技能甲态度这3项能力，来适应即摆的生活，甲面对未来的挑战。培养囡仔有媒体素养的概念，这是北城国小课纲的重点。不过，要安怎引导这回受访者，对人生的经验也无侪小学生来讲，这个任务是真有挑战性。即摆囡仔吼，要给他鼓励，莫甲动，伊的兴趣都是伊未来的前途。北城国小从2008年成立教育部媒体素养政治学校开始，用拍影片来教育学生，甲故乡情感的认同，互学生会当为卡梅拉去发现这个世界未来无限的可能。记者罗敏柱、吴依修宜兰报道。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有一间彩色烟币的店家哦，头家讲因店内底上有历史的收藏品哦，是72当前制作的烟币，嘛有真侪实地真特别的烟币哦，拢已经绝版咯。头家正热情向人客介绍，敢若采访同款5花10色的有色的烟笔。伫咧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集，这间正细间的店专门伫咧卖彩色的烟笔。就算即马市面上已经有真侪所谓软体人围堵，头家也是坚持传统工具。35 ساله که مشغولم به کار مداد و مداد رنگی و اینا. و چون خودم هم علاقه داشتم به این کار، تو این کار موندم و همینطور که الان شما خودتون ملاحظه کردین چند نفری اومدن اینجا، اونا که ذوق میکنن منم خوشحال میشم حتی اگر خرید نکنم. 头家讲，伊烟笔拢是一支一支卖，而且会当照人客要求制作，看人客要伫什么款的色调，拢会当改定，所以有真侪人来这找宝。اگه بخوایم تفکیک رنگ کنیم یه چیزی حدود نزدیک 200 رنگ. مثلا شما فرض کنین طیف آبی از خیلی کم رنگ تا خیلی پر رنگ، سبز همینطور، هر کدوم مثلا اولش 6-7 تا طیف داره ولی تو مرز 200 رنگ داره. 自地方到天棚，规间店有色的烟笔是百家满满。除了向当地业者进货，也对欧美进口的，上贵的一支差不多66块台票，会让满足各种无同需求的人客。 همه مدل قش داریم فقط یه چیزی که مشترکه در همه لازم قیمت بخاطر به همه سن میخوره به همه گروه میخوره چه پولدار چه بی پول رضایت دارن از این جنس 头家自细汉就爱烟笔，80年代又搁走去学做烟笔。伊收藏品内面上有历史的是1951年生产的，因我伫科技愈来愈进步，真侪笔即马市面上已经无生产。یه مجموعه‌ای بوده قدیم الایام پیش منه و به قول معروف دیگه نه اضافه میشه فقط کم میشه. آره دیگه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ثلا سفارش بدیم بخواد بیاد و اینا نیست اصلا. 用10分钟的时间，建议学生伫咧买之前先伫咧纸顶头画看卖咧。头家讲，伊袂甲这个生理传互伊的后生，而且伊也正怀念彩色铅笔的黄金时代。迄当阵囡仔若买着笔了，袂似敢若摕着宝贝同款，正细腻的放伫咧珠宝内面，看因的眼神是拢会笑。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 再来看南韩哦，有万隆银行最近推出一个散步行路都有钱赚的 App， 虽然奖金无介济，也毋过哦，买凉水嘛是有够。有风声讲有3/4的南韩人拢有这个 App。 休到的时阵，一群人行出办公室，摕手机一直点荧幕。这毋是伫掠宝，是南韩上班族最近流行用散步来趁钱。散步是要哪趁钱呢？其实这是当地网络银行的 App 推出现金奖励模式，用户下载了后，只要完成简单的任务，像讲逐工行一定的步伐、点答案，也是回答 AI 所提出的问题，就当得到小额奖励。
Living costs have increased sharply, so I'm using this app to help me out, even just a little bit. It's also nice to take a walk like this. 完成任务的奖励无偌济，差不多是买一杯饮料的金额。不过南韩进前一段时间，因为物价起价，民众钱变薄，只要手卡叮当者，就当赚淡薄蓝山钱的 app 变得真受欢迎。南韩一个就业网站进前一个调查显示，有3%的南韩成年民众有使用 app 赚小额奖励。So far, in a month and a half, I've collected just over $1. I like that this app makes me walk outside. It's nice. I'm planning to collect $3 to $4 for a cup of coffee. 不过有专家警告，使用这个 app 的时阵，爱输入个人的资料，个资有可能会互人提供予第三方。民众想要赚淡薄蓝山钱啊，当然会使。不过使用进前一定要详细看用户协议，确保家己的权益。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